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台飞》，我是陈明珍。我俩所采比数呢，喺度花莲县吉安乡青南片木瓜海出海口啦，哈，广华村。背后呢係公用工业區。最近睇到廣華村嘅村民呢，非常嘅不滿哦，甚至係抗議。用因為講，縣政府不但冇來用嘅已經期滿嘅垃圾掩埋場關起來，甚至來起咗垃圾轉運站，處理北區5個鄉鎮嘅垃圾轉運問題哦。用因為講，雙方呢都喺發展嘅就公共事業，用現臨撇設施呢係非常冇適合嘅。但是花蓮縣政府講，花蓮縣有非常大嘅垃圾處理嘅壓力，先到呢個比數呢係非常適合，甚至佢哋講，為起來免白色嘅負壓嘅垃圾轉運站，出氣污水廢氣呢，仲還會做完善嘅處理，希望民眾支持了安內。但是民眾還有千代不滿，但係行業總督談民眾嘅心聲，也談縣政府嘅規劃係乜嘅強嘅關係。好，以下講頭嚟到你嘅廣華村地北度嘅白公廟嘅面頭前哈，馬上歡迎收嘅現場來賓，第一個呢係花蓮縣政府環保局廢棄物處理科嘅科長洪秋琪，洪科長你好。各位鄉親朋友，大家早安。再來係花蓮縣吉安鄉公所嘅主任秘書陳全琪，陳秘書你好。全國鄉親朋友及地方鄉親朋友，大家早安。好，謝謝。原住民族嘅立法委員高露委員你好，美珍以及各位鄉親朋友，大家早安，謝謝。等下委員會針對一聽啲係咪原住民嘅傳統良法，甚至係咪二嚟行使所謂年紀法第21條嘅諮商同意權，我做一份說明。再對委員所嘅係本期慈濟會嘅會長石福春石會長你好。全國朋友大家好。好。安內呢，其實104年時間呢，那種針對垃圾轉運站啦，嗰種嘅花蓮縣政府是有提出，到中央提出申請，都見呢還係網友就塵埃落定啦，哈，都喺中間有冇轉折呢？都1月30號嘅時間就開一種環評嘅公開說明會，當時嘅說明會情況樣版形成，帶大家去了解一下現場嘅情況，各位討論。不滿花蓮縣政府同廣華村而增設垃圾轉運站，村民組成自救會表態反對。環保局在東華大橋的旁邊，紙漿廠的南側蓋了一個北區5鄉鎮的轉運站。那這個集中的量是多少呢？一年大概有3000噸。幾名講廣華5屆咪這4年嘅次落船號，摸到200公尺嘅距離，自由對民國94年起就為一米長，203年在顯年峰轉型做垃圾轉運站，幾名長期批到臭味，實在係動艱苦。真的是副村長，什麼不好的，他都往廣華村塞，那成何體統啊？6月5號召開機關地目解編，工業用地解編，對。其實早在6月5號之前就已經確定了。那在地方上，我們辦公室跟地方所長以及村鄰長的會議當中，全力以反對。我們大概正式公文有接到訊息的話，是在民國105年9月，所以在第一時間都有正式公文回復給縣政府。其實站在地方立場，我們是反對。205年9月，吉安鄉公所都已經講反對，但是花蓮縣政府在206年6月改變題目。花蓮縣環保局講，垃圾轉運站是解決連滿垃圾的運輸問題，沒強調沒出軌路。如果71部落垃圾都在蘇花公路這樣來奔馳的話，不但浪費人力、浪費物力，甚至於排碳對環境的衝擊很大。那我們轉換為這個20噸的密封式的這個貨運呢，大概呢就要只有6步就可以完成了。我們要規劃為一個廠房
负压式的厂房的作业场所，就是里面的空气呢是用抽起的，让空气只能往工厂内吹，不会出来。抽起来的空气呢，我们经过空气的处理机。有人讲，中方废弃将煤厂已经有3处理，土山环保局按算其转运站无土立面部清点的连满的转运站分配，但是垃圾安处已经目前的模糊印象，讲法村的无尽过系违约线的萎缩，连政府每个垃圾讲无拿到当地居民的抢实金钱，转运站不去。那这一次这个北区垃圾转运站呢，事实上是在104年的时候，107年时间法联院提议起个总合发展个设施方案，底下讲，当时还要选在花莲市的国府里，不是在吉安的光华村哦。但是后来呢，到109年时间9年，计划用地改做喺光华村，当时既然乡公所和个潘公社都希文去公文写到县政府表达反对了哈，但是县政府都106年6年时间呢，那种的用地呢已经从那个国有财产署啊，目前管理是台东农场，已经准予哈，把这用地拨予这个花莲县政府来使用。哎，是不是第一步已经取得用地这个原有地主的所有的同意权了呢？好，等到107年5月29号的时间呢。花莲县政府为了紧急铺工业区啊，因为到以前是东沙北运，所以在这木瓜溪的出海口设了一个光荣工业区，当时是经济部工业局来划设的。那他现在就说，那既然这个地主已经同意了啊，这个国有财产署就说好，我这个可以给你用。那经济部工业局是不是要来解编呢？就废止这个工业区的这个编定，我们来做环保用地。那今年的1月31号来开环评公开会议哈。光华村在这个地方，我们刚刚看到原本的国府里是在这个地方，104年提案的花莲市国府里是在这个地方，靠近慈济科技大学。结果这个案子申请通过之后，却选择在光华村南边这边来设置。这个乡亲就觉得说，是怎么样呢？我们光华村虽然人数不多，只有2000多人，户数不多哦，那但是呢，我们有4大族群住在这边很开心啊，很好啊。那为什么要设在这边呢？我先请教一下自救会会长，针对垃圾问题，你们在光华村讨论有多少？而且针对这个案子，大家意见又是怎么样？在这个垃圾的问题上面，政府相当的无信，没有信用。像刚刚的新闻，那老局长讲的话就不对啊。现在早就用20吨的车送去立泽了啦。他为了要让村民接受盖北区5乡镇垃圾转运站，故意捏造这东西，说现在有71辆的垃圾车往返立泽。所以那个71辆次在目前上这个实际状况上面是没有。现在早就用20吨的车载了。我问一下废弃物处理科科长，永兴公司载的洪秋琪洪科长。真的吗？71辆次这个垃圾车不是实话，现在就已经是20吨的6趟的这个货运垃圾送到立泽去了。我们花莲县政府觉得各乡镇市公所，它要做集中之后再运到我们的最终处理方式的焚化炉，可能乡镇公所碍于经费跟人力都有这样的困难，所以我们县市环保局县政府这边由我们环保局来做全权委托。那今天呢，如果我们没有去把大车这件事情拿来做，就是小车改成大车的话，那我们可能现在就是各个公所的车辆就是加起来有70左右，要运到苏花以外的。所以那71辆是说，假设没有现在这个20吨的6辆的话，就会变成71辆。好，可是县政府的说服是说，如果不是这样把它做一个垃圾转运站、大型垃圾转运站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变成是6辆，就会71辆一直跑哈，所以这个说法一个问题了哈。但是我想先请教我们乡亲朋友，不管是6辆还是71辆次，垃圾总归是一个问题。那放在光华村已经很多年，你们跟垃圾为伍的心声是什么？对于这个案子，你们有什么看法？先请乡亲举手发言。我们这个垃圾场啊，垃圾掩埋场，你当初设立的时候是叫垃圾掩埋场，当你的名目改变的时候，你直接改为转运站，也没有经过我们村民同意，而且你当初设立这个垃圾掩埋场，讲好的是2年半使用完之后关厂复议，
就是要变成这个种植树啊、植批啊，要变成环保公园。对对，是，那你就直接改为转运站，也不经过村民同意。我不知道当时的村长是谁。所以你们等这个环保公园已经等了10几年了。不是等10几年那还不重要，是我们闻臭味闻10几年了。没有环保公园还闻了臭味闻了10几年。对啊，然后一直反映都没有用，然后乡公所推给环保局，环保局再推给乡公所。你当初政府在推这个垃圾不落地，结果你把18个村的垃圾全部收出来之后，通通丢到我们光华村，然后也不运出去，就放在那边，臭的要死。真的，我真的觉得很可悲啊！真的。那这位先生请坐，我先问一下我们乡公所主秘好不好？好，我们看到是在105年9月份的时候，当时候的乡公所和村办公室都有去函县政府反对这个计划用地改为光华村。我想请教一下主秘，目前这个新的这个乡长或新的公所的团队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你们要不要先做一番说明，或者说还没有决定也可以来做一番说明？目前垃圾场，它以前是掩埋场，就是现在的转运站是掩埋场，那它已经封闭，不能再掩埋了，所以只好利用现在的垃圾场的基地作为我们现在转运的一个集中场所。那因为公所找不到其他的地方能够去做一个转运设施嘛，那我们也对刚刚那个大哥也讲说，我每天在吃饭，我每天都闻得到恶臭，所以其实我们公所，我们一定会跟他们做一个，就是虽然没有办法完全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我们非常有诚意的去做这3件事情。第一个，加强周边环境打扫，像今天一样不会产生臭味。第一个消毒。第二个覆盖。第3个就是说会避开你用餐时段，在你们可能上班的时候，我们来去做清运的工作，一定会暂置。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垃圾是要运到宜兰去做焚化。那中间有可能是台风天道路封闭，那有可能是掩埋那个焚化炉的岁修，它没有办法再收容。好，我们现场乡亲还有没有想法的？好，那这位大哥好，乡长就跟我们讲，这个我们会处理，一定会帮你们，都一直按捺我们，所以我觉得村民是蛮善良的啦。可是我觉得现在的事情真的是不可忍受了，真的那个味道，以前早期的时候还有那个厨余回收那个空气中都弥漫的那个臭生味啊，我不晓得真的乡亲能不能接受。在这次又有要在那个什么，在弄那个负压式的那个，我就觉得这么小的事情你都搞不定了，一直在骗我们。如果真的搞下去的话，真的是我们光华村真的以后真的是一个垃圾村啊！谢谢大家。好，谢谢。好，那这位先生，那么光荣工业区是在民国74年编定，81年说要开发，开发到现在还没有开发完整，但是里面是工业区用地。那么主管机关是谁？经济部工业局。今天我们说了，对，104年通过之后，改到106年就已经同意拨用了。我请问，废止都还没废止，为什么可以拨用？那么刚刚有位官员说，那个地是土地是花莲县政府的，是花莲县政府的，为什么93年叫他解编？他跟我们讲说，哎呀，解编程序繁冗啊，繁长啊，冗长啊，到现在还没解编，为什么不解编？因为解编之后，他要用3期物减租，要还老百姓地的，所以他一直都不解编。花莲县政府是现在用地机关的主管机关，也就是用地机关是环保局，他要用这个地，他要跟花莲县政府申请，花莲县政府准备 OK 的，这些东西都照程序走了，他还要报谁？报经济部工业局。可是经济部工业局107年的时候还跟他打枪，说你们这个废止不行。所以108年1月30号，刚刚是31号，1月30号再改一个修正书。可是为什么我们土地已经106年就拨用了？我想请问，这不是很奇怪吗？我先问一下我们这个科长，就是这块地了吗？就是这一块我们要来做北区区域垃圾转运站，就是这块地已经确定了吗？在我们在找地之前，那因为我们就知道说刚刚讲的那么多困难跟那么多带给乡亲这么多不方便跟困扰的时候，我们跳出来说，那我们来盖一个集中式每个乡镇的集中式转运平台。那我们要盖的时候，我们先写计划，那计划核准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在找这个
每个乡镇找一块，推荐一块。好，可行的评估。那我们评估的用地取得的几个条件，大概就是交通便利性，然后操作维护的时候的以后的经济性，还有我们的垃圾转运的载具，哈，然后以及最后面就是一个环境的敏感性。那依这些的顺序呢，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并没有评估，我们评估之后，就是在光华这边，因为它旧有掩埋场的旁边，并不是在地旧的这边的比邻这边附近，那我们选了这一块场址，所以也就是依照那个我们并还没有承诺或者是确定是这一块。好，那地目现在工业局有答应你们要解编了吗？那个解编的部分呢，已经送到工业局。这个因为这不在我们环保法规，所以我们是同步的横向的机关在送解编的公文。那另外那我问一下委员好不好？他说我们是同步了哈，因为用地主管机关不是工业局嘛，那环保局这边还是要做嘛。那我们有可能在行政程序上面，就是说我先用地都还有问题，然后我先取得这个预定地，我送到案子经费下来，结果最后这个预定地，不能用的时候，那这笔经费这个案子怎么办呢？工业局目前对于这块工业地要这个废止编定有什么看法？我这样子，因为刚刚讲说到底有没有解编这个部分，其实我刚刚已经去这个跟工业局去询问了，所以我这边的资料是说，这个转运站原本就是光荣工业区的这个工业用地，对不对？但是如果要去解编，它必须要走这个法律程序，要按照这个产创的这样的一个条例55条规定，你工业区的废止，你要循这个主管机关的申请，然后让它取得核定。但是呢，你的废止有分全部废止跟一部分废止。现在县政府走的就是一部分废止。那一部废止的时候，他必须要提出不影响不废止的那个部分的说明。那前面县政府所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申请并没有说明，因此工业局是驳回的。因此工业局是驳回，但是呢，驳回之后还是可以继续申请。所以据我所知，最新的资料就是县政府还是持续提出补件，那也因此现在的程序是属于正在申请当中，所以我们现在进行的程序可不可以让它暂时停止？那我想当事人可以去主张。好，可以去主张是不是这个申请程序要求主管机关先属于就是停止的状态。我想这个可以是寻求的途径之一。好，那自救会长补充。申请计划用花莲市国府里，送计划书用花莲市国府里，是一个完美的土地。计划到手了，要执行在吉安乡的光华村。在我们106年9月15号，我们县议会在我们光华村开基础座谈会，那时候劳局长信誓旦旦，2个口号，第一个口号，选址未定，没有共识，光华村的村民没有共识，不会盖在光华村。新闻都有，选后，光华村确定了，吉安花莲是有130吨的垃圾，100吨送立者，30吨打包。30吨打包不会臭。王家进先生，你怎么会臭呢？都打包呢，怎么会臭呢？根本就完全露天啦，这是假新闻呢。那我知道关心这件事情的，在花莲的这些环保团体也来参与，不知道我们这环团是不是有想法，想要针对这件事情做一个表达？从源头问题是干什么？是虚印文章、乱搞，该回收的，比方说我某位家人，回收好好的，送上垃圾车，我们清洁队，统统丢在一起，我们大家都很了解吧？你知道，源头就有问题了。如果良好的回收，不要说国外什么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啊，我们台湾，甚至早期我在花莲市确实看到那个清洁队员非常清楚的回收，只要做好彻底的回收。是。现在我们讨论的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就连垃圾都会大减量就对了。坦白讲，每天送
立泽碱是不是？对，宜兰的立泽多少？那个还可以减量到哈，连环保局的那个叫做送过去的那个叫什么油钱呐，这些职工那个成本，我相信减量到1/10都有可能。其实刚刚很多乡亲都表达了说，尤其像自救会长讲说，对于廖天事情来讲，其实因为过去的政府啊，还有政府都献给钱，够献给还有青岛本村民的饮食的东西都献给够，还有甚至事过境迁之后，都让他们觉得说是很失望、很难过的。我们光华村事实上可以有不一样的想象和不一样的未来。为什么所有这些邻避设施，包括纳古塔，包括第1个、第2个、第3个垃圾掩埋场，跟临时的垃圾转运站，跟未来的大型的区域的这种垃圾转运站，都要设在光华村？偏你某的总哈标到广法村来，因为我们是风头水尾的地区吗？是这样子吗？来听听村民的想法和心声。风爱用吹拢倒啊，东北啊倒，规下俺哋也只总条，规下总条，俺现在不米多起松啦，上冲啦，俺哋以后过来都爱拢倒爱。伊也无效啊！伊也当人也无法当期该面啊，穷用啊！伊也讲提好佢板照，改佢讲爱种密闭式的无做啊。然后呢，这里就是很早就认定就是原住民传统领域啊，这个原民会那边应该也都有设立有案的，所以他基于像原基法的成立，他应该就走这原基法。有智商权益的同意权，告诉原住民，大家来把这个事情是不是合法，同意不同意，大家来商讨。要不然他这样蒙着干的话，所有的原住民都全力的反对。那个距离根本是没有办法阻挡的，因为华子1.4公里，它污染河川源，还有起南风的时候。它的异味就往我们飘。如果垃圾转运站来，距离2公里，跟1.4公里的差距大吗？空污就可以带过来了，南风就可以带过来了。吹南风的时候是随时可以带过来的，所以这是无稽之谈，没有办法说服人的。冲绳中心、污水处理厂，通通在光华。那现在虽然掩埋场已经停顿之后，变成转运站也是在这里。我认为说这个部分其实你要整个环境营造出来之后，政府是不是再花点心思看怎么样解决这个基础的问题？当然我个人是认为说，垃圾的问题大家都要去面对，不可能每个人都说垃圾不要放到我家，可是我要制造垃圾都不，只要不放我家我都不管。我认为是不负责任的说法。负责任说法就是说政府应该怎么样让民众相信说。我设的这个设施不会造成2次污染，然后这个让大家能接受度之后，再选择一个适合的地点，然后提供适当的回馈机制。我认为这样可以让这个整个社区在各方面发展性都会更好。好了，看一下广法村底边都带有哪些邻避设施、领票设施了哈。目前呢，垃圾转运站在这边，这是光华5街这个附近了哈。那未来新的哈，这不能这样讲，可能光华村民会很伤心了，就说好，目前这个预定地呢是在这边啊，北区域垃圾转运站看起来是更靠海边去了哈。那离这个人口繁盛区好像又更远一点喽。那这边还有污水处理厂。这边还有一个常常会有那个酸味道的中华纸浆厂也在这边哈。那这个砂石工业区，这个光荣工业区也在这边。那还有刚刚讲到的，已经有停用了1个、2个、3个垃圾掩埋场啊，所以等于说还有纳古塔，所以我们还有流浪狗收容中心，全部都在这边。这是环保局的好朋友，都在这边。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现场乡亲，对于你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光华村这个家乡这块故乡。有这么多邻避设施在这边，你们觉得说我们解决了大部分花莲县民的问题，觉得说与有荣焉，还是说事实上你们有很多的委屈？那我们把现场开放给乡亲。好，这位穿红色衣服的大哥，嘿，这边乐和园区刚好起飞而已，带动我们观光人潮，又把它设在那边，因为那个地方是工业用区，而且是湿地。
傍晚你看多美，热园区你看，可以往返太平洋。你这样一设置，傍晚垃圾进驻，人车的问题要进去欣赏，要进去运动，很不方便。好，议员，我先请教一下吴议员好不好？您去开了这个公开说明会哦，那告诉我们一下您的想法是什么？看起来目前县府跟村民是完全没有交集哦。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们尽量因为希望能够成为这个多数决来讲，希望能够造成这个，希望能够达成这个村民大部分的多数权能够认同啦。那也是希望认同这边做北区的区域垃圾转运站。因为反对这个区域转运垃圾站，只是说他那一天是召开说明会，这个站他们说用负压式的嘛，原则上是说明的没有很清楚啦。我们那一天所听到也是说明的不够清楚，所以村民还是有相当多的疑虑啊。好，那我们现在请洪科长来跟我们讲一下好不好？什么叫密闭式的负压的这种垃圾转运站？因为这是我们台湾第一座这样的一个密闭式空间来做转运，并不是囤积垃圾，而是转运小车换大车的概念。那我们这样子的做的同时呢，我们也是希望说有可以参观的，但是没有。那我们有这样的构想，如果乡亲有意愿，或者是也同意我们来编预算哈，我们会带乡亲去参访最近的宜兰丽泽以及新北市的八里焚化炉，那他们都是一个很成功的密闭空间，在操作这些设施处理，以及有办公厅设在里面。那我们希望说，其实大家可以造成接受之后，或者是有什么可以改进，跟我们说，可以造成一个双赢的局面。所以今天科长也代表环保局来听乡亲的意见。好。目前广华村嘅族群里边度哈，有客家，有原住民族，有福佬，有49年等国民政府来安省跟移民啊，所以这是4大族群一个共存共荣的一个光华社区哦。那我想请教一下委员，就是说，这边是阿美族人朋友的这个居住的地方嘛，哈。那按照原基法来讲，因为其实地方上也有相信说，这我们应该有部落知情同意权啊，或咨商同意权啊，怎么从头到尾都没有来经过我的同意？那这边是所谓的传统领域吗？那按照原基法精神来讲，不管它是或不是，我们的准则在哪里？就是我今天在看整个就是吉安转运站的这个政策的决定的过程，我觉得它是一个违反民主机制的过程。怎么说呢？现场有非常多的居民都不同意，就是要在这边要重新再设一个这个垃圾，即便是负压型的。为什么说它是反民主的？因为我们都非常清楚，就是饶局长一直讲说有污染，然后那个运输的过程中会有臭味，或者是说我们的垃圾量很多。可是呢，我们在做这个政策决定的时候，政府部门有提供各项的选择给居民来选择吗？我就说有替代方案吗？我似乎没有看到。没有替代方案。就像说刚刚这个蔡先生他有提到。我们在做这个环境跟垃圾的处理、回收的机制有没有建立起来？垃圾减量会不会要不要提前先做？因为你的政策它不是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决定，我觉得听起来好像是说政府常常讲台湾缺电，因此我们要开启核四。但是我们不节电，但是我们有没有充分的跟居民说明？然后等到已经有一些的土地拨用了，然后还要申请工业区的解编的时候，才让居民知道说，原来它是一个幌子，它都在骗。可是整个民主的机制应该要由下而上，你的任何一个决策的决定跟选择，都应该先从基层跟村民、跟居民沟通。所以，因此我们应该回头来检讨的，就是我们一开始应该要有充分的沟通跟选择，才可以进行政策的决定。这是我的认为。好，那也因此回到原住民族的知情同意，原基法20条。已经规定了，政府承认原住民族土地，
那也因此，原住民的传统领域、原住民的土地，现在的状况是已经是被承认，只是我们现在正在调查跟处理。那我知道乡公所或是县政府常常会因为开发，然后就说这边不是传统领域啊，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传统领域。但是事实上，历史已经告诉大家，这里是原住民族的传统领域，我们只是还在妈妈的肚子里。我们还没有生出来，你不能说这个肚子里的胎儿，心跳了，对，肚子里的胎儿还没有生出来就不具备知情同意的权利。因此呢，在这样的一个法理的逻辑上，今天的垃圾的转运站，还是要经过在地的原住民族的知情同意。好，那我想请教一下，现场有没有我们光华村的阿美族的族人朋友？好，那您请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你们从头到尾有没有被征询，有没有被尊重？那你们的想法是什么？光华村后来发现，光华村原来有5个很进步的东西，有垃圾掩埋场，有爱国乐园，有龙园，有中华纸浆厂，再来一个污水处理厂，现在又设一个5乡镇的垃圾转运站在光华，这个对我们情何以堪？我们来这里到底对不对？是不是还搬到山上去住？对不对？再话说回来，光华地区是阿都南原住民部落，政府也同意的，也认可的，是原住民传统领域。你要设这个大家对反对的东西，你完全把原住民漠视掉，没有践行原基法第21条，智商同意权，你就这样一蒙一蒙的蒙设在关怀。哦，你说刚刚讲说，我们只是说明会，你早就选定在光华，所以你也在光华设说明会，所以只是来公告告诉你说我要设在这边，但是没有让你们有发表意见没有机会跟权利。是好，那我问一下乡公所好不好？跟这个光华村的原住民的族人朋友进行过沟通或了解吗？有去征询他们的意见过吗？因为目前原基法是这样子来定，那我们必须要依法行政的状态下，有一个很高位的母法必须要遵守的时候，依法行政当然要先做到这第一步。那乡公所有做到这一步吗？未来转运设施的基地，这个未来有机会选址的基地，目前环保局正在做土地的拨用跟编定嘛。那是不是有原基法这一个适用的话，我相信环保局他们一定会去再过询问。那以前的事情真的那时候没有这个法律，你要照政府如何去询说要走原基法去问过这件事情。那对，今天争点也就是这一块地啊。对，没有讲，就是争点就是这一块地。那这一块地，对，你是说这是环保局的业务？因为用地取得目前是在由环保局那边去做搜寻的部分。那我问环保局好了，还是我们委员要补充？我还是要回应一下秘书，因为你们的吉安垃圾转运站在102年的时候启用的，对不对？掩埋场是在94年停止的嘛？那原基法在2005年通过的，所以意思是说早就通过原基法了。你们只是没有践行原住民族的知情同意。好，来看一下，说这个是垃圾转运站，垃圾是送进来之后整理好之后要转运出去，要送出去，给它送到米兰的丽泽焚化厂去啊，气电共生哈。所以好，来看到是原本是5个区域啊，有5个乡镇，但是呢，因为秀林跟新城相对是比较往北，所以目前是秀林新城就不送了，就是直接从新城秀林就往北边送了，所以现在说的是花莲市吉安乡跟寿丰乡，这所谓花莲北区5个乡镇的其中的花莲、吉安跟寿丰3个乡镇哈。那这垃圾的清运路线呢，大概就是说，花莲是从这边这样送下来到这个基地，那寿丰呢也是这样送来这个基地，整个整理好之后呢，我们才会从这边这样子往北边送了哈。那我不知道说这沿途这个路线，我们看到是，这是经过花莲市啊，经过吉安乡，就全花莲这个人口最密集2个乡镇，也是观光重镇啊。这边还有没有花莲东大门夜市等等之类的？对于这清运路线，如果这样子走，你们有什么样的疑虑和建议的，请举手。好，这位，这个
把最北边的垃圾运到最南边来整理，又再运回去，这个运来运去的费用是怎么算？还有你们处理在我们光华区处理的时候，那个废水、臭气，我们已经有纸浆厂，让我们已经每一天凌晨只要起来打开窗户，已经很臭，没办法忍受。现在又来了一个垃圾转运站，那我们好不容易看到对面的开心农场已经给我们的希望，觉得啊，我们这块地区大家成为打卡的景点，星巴克还有影城。可是现在呢，垃圾转运站又从北区、秀林、花莲市、吉安乡运到我们这个光华区，整理完又再运回去，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啊。那为什么花莲市的垃圾不直接运去宜兰就好？吉安的为什么不直接运去宜兰就好？为什么要再运回我们这块地区？我们光华村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可是却没有被政府看到。政府只是一直不断的糊弄我们民众，我们会做好浓缩啊什么的。我觉得全台湾没有办法做到这么完善的设备啦。你的一些排水你们要怎么处理？它会不会流到？然后最后哪一块土地会发臭？你们有办法吗？你们要想的是后面的问题，不是前面。我们只要把这个设施做好就好了。好，那这边这位先生刚刚先举手，嘿。那我可以建议一下吗？就隔一个东华桥过去而已，没有300公尺，一个桥过去，那边都没有人住，地又大，是不是可以盖在那里呢？我们可不可以请姚局长去注意呢？那又没有人住啊，我们这边那么多人住了，还要盖在我们这里。你说东华桥是靠近东华大学那边吗？就那个旁边有一个桥，地很大，那都辅导会的，随时哪都有很大啊，都没有人住啊，为什么要盖在我们这边这么近，又那么多人居住的地方？那边可能是河川福腹地，地基不稳。好，我刚刚看到这边有一位小姐要发言，这位女士，嘿。从106年了解这个5乡垃圾转运站之后，我就开始研究，我就开始去查，然后。那时候我发现立法委员就是我们许正威现任县长当立法委员的时候，跟中央争取6.4亿的经费。6.4亿的经费呢，他说要盖转运站，然后呢，当时就说在屏东县他的垃圾转运站盖得非常好，然后我就问我先生，你可不可以带我去看一下、观摩一下屏东县垃圾转运站是不是盖得非常好？如果是好，我没有意见。那我怎么查都没有办法查到，然后他花5.7亿的经费在这个转运的这个车子货柜车来来去去的经费当中，所以你说这6.4亿的这个转运站经费，它只有7000万是要盖那个什么东西，然后那个5.7亿它是要把它费用定在这个垃圾货柜车来往宜兰的经费，6年的经费。所以大部分经费是用在清运的车子、车辆上面。你不让我们一个村民，一个不懂得什么政府的聪明，都这样子摇头。我问一下我们科长好不好？真的吗？那6.4亿、5.7亿要用在这个买车啦、车子的保养、维修、人员运用、油料的使用上面吗？在这个计划里面，我们整体的计划是垃圾转运及处理费。那也就是其实事实上。我们交给外县市帮我们协助处理垃圾的经费，我们有协请中央帮我们协助支付。所以那6.4亿有一部分是协请中央来支应这个给立泽这个焚化厂的这个。是因为现在大家也知道，在垃圾处理、焚化处理之后会产生飞渣、灰渣、飞灰及底渣。对。那这些处理费用是比焚化处理费更贵的。对。那中央也知道我们的财政的问题，所以在这笔经费里面，我们在这里面有协请他们来让。协助我们来支应，大部分的所以不是用在买那个20吨的垃圾车，然后油料、人员这上面不是，是非灰渣的处理。好，那委员有要补充的？我想我们乡亲要好好查一下花莲县政府钱怎么用。现在6.4亿，你的6.4亿也只有6年吧？6年嘛，对不对？那你这6年的钱后呢？之后你们要花在哪里？没有这笔钱之前跟没有这笔钱之后，所以这个是一个短期，然后炒短线的一个政策的牛肉。但是现在光华村的居民不觉得这是政策牛肉。
好不好？这个钱真的应该好好的检视一下啦。原本花莲县政府本来就有经费来去处理垃圾，那现在我们再弄了一个转运站，盖了一个东西，然后呢，另外又再编一个垃圾处理的费用，总共加起来6.4亿。那我们美其名说是这个徐县长的一个政绩，但是它其实只有6年短期的效应。那未来我们应该要怎么面对？而这个垃圾转运站，刚刚居民都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它一次可能20年都搬不走，那后面的营运费用我们又要怎么处理？是不是又丢回给我们乡民去消化，然后去吸收？那这个污染怎么办？我想这个政策的讨论是应该要更细致，而不是政府盲目或是恣意的决定，然后就牺牲到我们的村民的权益啦。好，到底现在的方式是不是一种炒短线或者说是救急的一个状况？但是回到垃圾这件事情来看，目前花莲北区5个乡镇每天产生的垃圾是130吨，花莲县北区5个乡镇而已哦，没有包括南区、纵谷区哦，是130吨。那其中有100吨呢是往立泽的焚化厂来这个焚烧，可是每年3月、9月它岁修的时候，或要停炉，或者说台风季节的道路中断的时候，这个部分呢就要做露天的紧急堆放哦。那其实凤林有提过说可以暂时来堆放，可是凤林自己本身也快满了，不是说堆就可以堆到凤林去，那是紧急的时候可以用，但是毕竟不是长久之计。那有另外30吨呢是打包露天堆置，那露天堆置的量呢，从统计上面来看，截至108年1月份已经有8000吨的这个垃圾，那是要焚化呢，还是要掩埋呢？不知道，现在是在露天堆置的状况。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这垃圾问题这么严重，可是花莲可是个观光大县啊。光是我们的北区这么多乡镇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光看花莲市好了，就有东大门夜市、太平洋公园在南滨段。现在在我们吉安部分呢，有开心农场，有这个最新的新天堂乐园。过年期间就50万的游次来这边哈，那还有远雄海洋公园等等。这么多的观光客，这么多的观光产业，它会不会造成因这些观光行为衍生出来的这些垃圾问题？而观光带给花莲到底是利还是弊？我们可以等一下来讨论。但是我们先来看看光华村民认为说，我们其实对光华村可以有不一样的想象，我们可以做6级的这种加值服务型的这种产业发展，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跟垃圾为伍，要跟邻避设施为伍呢？先来看看在光华地区有哪些观光资源可以有不同的想象提供出来。今年不报的老者方凤中通常按约2公尺，他94年民宿开始做时，就到光华村买地做民宿，系花莲县合法的30个民宿之一，为光华村做起的地标。最早期光华没有路民啊，就是我想说在这里养老啦哈，这样子啊哈，啊后来就做民宿啊，大家变成光华人都说我是开基脑做啦。就是我以地标，他们要是来光华找不到路嘛，因为没有地名，要去哪里就这样子啊，都说你在皇家民宿。国家防风将当注意冲击民宿变做冲击车入的汽水体，唔但抢入各种将车的东西，没电视田中的工作机械当入铁色，但是中方按道嘅垃圾处理厂没为观光带来问题。吹这个东风啊，就是西风就从海边吹过来，可能会有一点点影响了，哎呀，你带了就要做审理嘛，就最后是磨垃圾掩埋场，最好是不要有。主要民宿业者即去发展观光，到海岸群立刻抽起水来嘅天土油盐车，到农场底度停落个险象，也到巡航嘅海岸观景台看水钓小体，有彩台设嘅开心农场、马场，未有名咖啡连锁店设嘅复开店面，系列纪念发动新嘅景点。社区发展协会的机构每月定期去中方做农业关怀同环境维护力度。上啊种3月的，上啊个9月的都来编手，哎呦，现啦，编啊咧，看到都好做做得都哎呦，现啦，啊，个上啊有嘛个蔬菜，
我就了要讲嘛，该好，啊，就先来变数了，就变好势，总好势来。对居民来讲，哪怕得到不影响的设施，其实头讲法村交通利便，没有自然的景观，才安心享受退休的生活。好，看到新闻影片以后，看到其实讲法村哦，真经有青岛的公共资源哈，要青岛民众是当做是来开民宿哈。那我不知道我们光华村的村民认为说，你们觉得对光华的未来，你们的想象是什么？是要跟邻避设施为伍呢，还是说邻避设施要做好？这个长期这个。对居民的这种回馈也好，让你们能够在这边能够安居乐业，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我想再把现场开放给我们光华村的村民。好，这位先生，今天我们讨论那么多，只是说对这个垃圾转运站一个稍微再认识。其实这个认识我认为没有必要，因为垃圾问题是必然的什么，要长远的规划，求一个最终的解决。以我们台湾现在目前所看的，要处理有效处理车，不外就是焚化炉。你说我们现在送到立泽，整个苏花公路那个是天险之路，危险了，而且呢路途遥远了，车辆不要保养吗？不要油钱吗？对不对啊？这一些都是不良的一个人力因素，应该极力的用我们最好的成本方式去处理。一年1亿2千万丢到立泽去，1亿2千万放在花莲慢慢。把这个我们的垃圾焚化炉处理起来，垃圾处理是一劳永逸嘛？我了解以后说，台东有个垃圾焚化炉，他们没办法启用。那我们当年我们花莲这些前辈、这些政治人物，他们怎么思考的？我不知道。当年季节中央给予垃圾焚化炉的建设，但已经事过今天20几年，时到今日，整个花莲地貌、花莲人口、花莲的整个产业的一个结构都在转变进化中。我个人的意见，好。整个台11县有很良好的焚化炉设置场地。好，谢谢，谢谢各位。好，还有没有乡亲针对这件事情有要表达意见的？其实离我们比较远的地方，比如在寿丰的话，那你来设置的话，影响是最少。你说完全不会影响到村民吗？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你所谓设置是指是垃圾转运站？对，垃圾转运站可以再选一个更好的地方影响我们村民最少的地方，大家能够坐下来把问题解决，所以跟吉讨论一下。安比起来，相对寿丰人口比较少，吉安人口比较多。这个刚好那个溪口那里溪口那边就是过这一条木瓜溪过去，那个地方当然就离我们光华比较远一点了。那垃圾是势必要解决的，一定要解决的。刚才那位大哥讲的，其实自己设立一个焚化炉其实也是有必要，只是要设在哪里影响最少，然后村民才能够获利。刚刚我们听到有2个新的意见出来，一个是说要做这个垃圾焚化厂焚化炉要设在我们花莲县，因为花莲县没有。那另外说这个垃圾转运站呢，事实上吉安是个人口相对比较多，那他觉得影响比较小是在寿丰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如果说一开始我们这位大哥讲，如果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减量呢，我们就不用面对这么多的垃圾的问题。如果垃圾在进入垃圾场之前，或者垃圾在进入这个垃圾车之前，就已经减量1/3、减量1/2的时候，是不是这个问题就相对的比较少了？而且花莲光是过年期间就150万的观光客到这边来，远远超过花莲县民的倍数是2到3倍这么多。有没有办法透过政策，环保局透过政策去导引这些相关的观光旅宿业者、这些餐饮业者，要做到垃圾减量，要做到这个资源就是碗盘可以重复回收再利用，不然这个垃圾问题根本无解。观光客生产的垃圾比花莲县民还要多好几倍。可是花莲县民不只是光华村民，是整个花莲县的土地都要承受这样的污染。政策的导引，环保局有没有想法？未来要不要这样做？因为那是很切身实际的一个问题。谢谢。在我们民国107年开始，我们实施了半透明垃圾袋，方便我们退运，就是居民排出的时候，让我们可以看，他们有分类，我们就退。那再过来就是我们的公部门禁用一次性餐具，带头做起。那所以呢，今年我们要推的就是东大门的示范，我们已经在研拟，承办科这边已经在研拟一个计划，就是打算用租借的方式，包括餐饮快炒店。
好，第一步是先从快炒店，那我们可能有一个洗的设备，要先跟他们管委会谈，然后我们提供他们餐具之后，他付那个清洗费，看到大家来合作，有点像百货公司美食街那样处理方式，就是有一个专门去洗碗盘、收碗盘的集中处理，就不要再用这么多一次性的这些塑胶碗盘了。是，那我们也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示范作用呢，到时候来扩大到整个县市来做。这个在新城这边有个台泥的这个水泥的这个水泥厂嘛，哈，说要用台泥的这个水泥厂的1500度的这个高温的这个焚烧来烧花莲县的垃圾，有这件事情吗？还说这件事情事实上还在谈？那这件事情如果谈成的话，对于处理花莲县的垃圾有什么样的注意吗？应该是说它要燃烧我们代替它的燃料哈，来做处理我们的。用垃圾来代替燃煤这个部分，我们已经在委托一个顾问公司在做评估，前提还是要先把垃圾筛选分清楚。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也是希望说以它的高温来完全没有带凹性的产生的它的优势。那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也就刚刚前面有讲到了哈，飞灰还有底渣这部分。它可以几乎到后来是零排放，那来解决我们县内的问题。好，所以村长针对这件事情的症结哦，今天讨论到现在，好像大家还是觉得坚决反对到底了哈。那您有什么想法没有？每年这个3月到5月的时候，这个岁秋当中，我们的垃圾在光华村没有办法转移的旧厂，造成当地居民的困扰。我想这个环保局未来政策，包括你5乡这样设的厂，也是个问题存在。你岁秋也好，你包括交通中断也好，疏忽公共中断也好，在造成这个没办法北移的情况之下，再来收集点从秀林，从秀林新城花莲市到吉安，全部往南送，这个造成地方的多大资源的负担，百姓所缴纳税钱不是让你们公务人员开玩笑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上，我们百姓村民集体的反对，而且在地方上，我们光华是最美丽的观光胜地。我相信未来希望我们政府能够重视到我们地方光华。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那最后我们把机会交给自救会会长。针对北区垃圾转运站的这个问题，当初我们花莲县第2期的105年到108年的计划，那时候行政院长是毛治国，发给花莲县政府的公文里面，第5条就明确的揭示。贵县政府必须要对原住民部落，必须要所有的法令，一些原住民的法令必须要执行的，在公文里面有明确的记载。那还有就是说，贵单位环保局，为什么在环保署所公告的资料，跟你们讲的是不一样的？你们都可以信口开河，说什么花莲新城现在不用到这边来了。那你们写的计划书在环保署网站上面，还是北区区域5乡镇啊？所有的东西都是你嘴巴说了算。所以面对中央跟面对地方，县政府的资讯的揭露是不同步的，或者是没有错，不一致的，完全不一致，完全鬼扯。那时候1月31号我就有质疑环保局长的，你们领我们的薪水，你们的行政效率就那么差，你公告给我们的，跟你在现场讲的实际上就完全不一样。那以后出事情的时候是以什么东西为准呢？我们真的是只希望说，当一个很卑微的村民，我们能够享受到依法公平的对待而已。好，谢谢。好，谢谢。今比在参加行业花莲县基隆乡亲江的风景区地北度，可能公园时间也有内高的开心农场啊、天堂乐园等等吼，嘅顺头嘅光华村，堂光华村民按多年来、10多年来，留一种嘅垃圾场啦、污水处理厂啦，甚至嘅沙商业站啦，甚至迄种嘅纸浆厂等等，来到临撇设施，乡下做临晒感觉去物界。今比青岛嘅民众讲到，也对迄种嘅。安内呢提出争议是讲，某依法来行政、依法行政最基本的依法行政是他们认为在程序上是有很大的疑虑的。村民台北市去个新竹嘅福丘乡嘅凤凰村讨论凤凰村嘅垃圾转运站，最后呢到104年的时间，最高嘅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裁定新竹县政府跟湖口乡公所在这个凤凰村垃圾转运站上面呢是这个败诉哦，是这个
3审定验，然后定验就说，其实这个垃圾转运站新建过程是不合法的哦。那中间有一段时间，这个垃圾转运站是封起来不能用的。希望这样的情况都今日这样讨论以后，唔会都公法存来发生，依法行政是最基本的。如果最后是被最高行政法院又用这种定验方式说是这个行政程序有瑕疵败诉的话，我相信这绝对不是全民之福，让咩全法连严民想要看到的结果。以上今日村民台币感谢您收看，下礼拜请持续收听村民台币新闻台，感谢，谢谢。